你有冇發現咧？你畫嚟畫去咧，都係一啲咧封閉嘅圓形，同埋咧框住咗嘅屋，或者咧將自己咧畫喺呢一個角落頭裏面。呢啲咧都唔係巧合㗎，而係你內心喺度提醒緊你，你最近咧好抑壓，你可能咧唔夠膽去拒絕人哋，總係咧笑住去答應，但係心裏邊咧其實已經好攰。你可能咧習慣咧將自己嘅情緒收埋，對外咧就同人哋講我冇事，但係喺紙上邊咧其實咧總係咧畫一埲牆啦、一啲龍啦，甚至咧將自己咧圈住咗。你以為咧你自己咧自由創作，其實咧你畫嘅形狀正係你咧心理狀態嘅隱喻。呢啲咧封閉嘅線條係俾自己咧設下保護，但係咧可能咧係一啲束縛。喺潛意識繪畫裏面咧，我哋咧唔係要急住要畫得啱，而係去問自己咧，我點解要畫呢一個封閉嘅空間呢？我自己正在逃避緊啲乜嘢呢？畫裏邊咧可能藏住咗咧你冇講出口嘅邊界感，藏住咗你渴望嘅自由。當你咧開始畫出光，你亦都咧為自己咧打開一條路。你最近有冇畫過一啲封閉嘅圖形呢？畫出嚟咧，然後問自己，我真正想走出去嘅咧係乜嘢呢？